算唔知啊？嗯，找什么报社都好了。我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，哦，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。这里在哪里哦？我个电跑去了。哦啊，记住，2000人帮我们哦，这4台直播台哦，按赞追踪抢先看一下。哦，2000人麻烦一个，帮阮按赞追踪抢先看一下哈。你还巴肚要到附近呢。为什么不直接下去抓？蓝大生，你起笑呢？这种塞水呢？这真正有鱼啊！阮是直接咧苦中作乐呢。啊，真暗啊，蠓仔搁出来啊！哦，开始要咧顶啊！我们是在这边苦中作乐呢，你当作真正要掠鱼啊？啊，蓝大生。我在这边苦中作乐，啊，你真的以为有鱼哦？我头壳搁咧笑，你搁比我较笑。我和人家苦中作乐啊，你搁比我较笑，要落去掠鱼啊？这塞水呢？这塞水呢？你要掠鱼啊？水很清澈哦，徐婷达来，很清澈，你要吗？我寄1包过去给你啊，帮你真空。哦，运费支付。你如果有需要发财水的，再直接私密。哦，直接私密粉丝专业。我是伫遮咧苦中作乐，艰苦到要死啊！不用抱歉啦，我吃饲料让你了解哈，不用抱歉哦。大家安尼苦中作乐一下。哦，苦中作乐，你会晓啊？有糜啊，蛮有煮糜啊。你去食糜啊？紧来，请来啊！哦，屏东了。加苦中作乐，足可怜的。啊，好啊，莫搁一直教啊，等下石板要来食鱼啊，你一直教。迄哪会生鱼就走出来？你是？这无鱼啊，我是直接咧苦中作乐的。嗯。哦啊，我等一下哦，要关播了哦。哦，谢谢你们2000多位朋友。哦，明天水如果没有退，还是半夜还没有退，我一样会开直播。哦，再上来聊天。哦，再上来聊天。哎呦，啊你看卖伫遮欣赏水，水花偌水的吼。哦，啊来，我先关直播了哈。这钓袂钓啦？这真正钓你起笑呢！来，这也无放后啊，这敢若白扑当尔，这苦中作乐的，恁真正当这个钓鱼啊？笑伊啊咧！我是遮咧苦中作乐的啦。
好，哈哈哈哈对啊，这套真正对啊！来，越，哦啊，来啊！小班进来！哦，出耍！进来！哦，你啊，你个司机那里个单，我这个爆冲啊！造谣！我才这只要做分享礼的。我才这只要做分享礼的。造谣！我切到两点哦。哦，造谣！无猜这只要做分享礼的。我猜这只要做分享礼的，又造谣。成功知识100。分享有你吗？有。说搞了我可以。有分享有你啊。来，分享抽发财水1包。哦，真抽真送。哦，真抽真送，发财水1包。哦，来，真抽真送，有需要的哦，运费自付哦。运费自付哦，啊你若要较多的无，家己驶车来养，好无？来这养发财水免钱哦。食量量讲2百差不多。对，量济安怎？食，我无看手机啊啦。哦，来送这大包，咱送细包，今仔送大包。哦，来，真抽真送发财水1包。哦，运费自付。哦，我甲你真空好。啊，我甲你真空好啦。运费自付哦，会记尔啊？运费自付啊。对，呀。对。等下我就来讲我等下我就想办法咬落来啊。等下我就用刀仔甲伊割掉啊。等下我就咬啊，你放心。没关系，咬啊。无啦，我带你咯。直接带等真实啊！哎买啊啦！放来等真实。来，放。这个嘴巴里有酸呢。
我跟我仔有關啊。啊，對啊，先生，這咱哪裡食啊？你跟我仔有關。這個咧菜心咧，這好啦。這我袂了，袂，我要煮這陣仔可憐啊，淹水啊。知影知影。愛錢咧，好啦，我來處理咗。安尼。啊，有看我卡布色塔無啦。啊，哪無看到伊來啦？走啊！阿媽布色塔留來。我唔知啊。我過來。粉色車咁大。我看本色車要倒本色車。愛錢啊，傻傻的，我要揾沙拉啊，炒啊。我炒蒜頭就較好食啊。還有魚啊嘛。這你煮嗎？錢錢啊！怎麼都沒叫潘先生負責？看上我都叫的，麻煩一個，幫阮叫一個。無人像阮遮樂觀的啦。錢錢啊！為了你狗仔生意較了解緊呢。哎。哦啊，今天哦，先这样了哦，谢谢2000多位朋友哦，谢谢2000多位的朋友哦。啊，我要来洗澡了，等等要去卖糖果哦，等等请支持一下。哦，等等麻烦支持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去卖糖仔饼，给我支持一下，我爱骑脚踏车出门，哦，无法度。哦，感谢您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哦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淹水，哦，什么叫淹水，哦，什么叫淹水啦，可怜啦，水中作乐，可怜，哦，可憐，足可憐的，哦，真正足可憐的。这里发生什么事哦？来了。哎呀，又一个在说水怎么那么干净了？嘿，这真正哦，无养一碗，还有你看一下哦。来，我讲到最底了。好来，先看一下矿泉水的水是这个颜色。啊，啉水甲倒落，色的。你要表演啉水哦。来，谁说水清澈的？来。哦，这种黄水呢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黄水呢，这个黄水呢，这个都塞水呢。这种塞水呢，你迄个送讲水较清气的来，这罐我叫恁，这罐运费我给你出。这塞水呢，这塞水呢。那是我地板的关系啦。差不多7点半开始卖。这塞水你甲我讲水很清澈，我会死我。对哦，这炒蒜头好食，高菜影炒蒜头正翻啊。伤细。哦。你那咧是毋是咧糟蹋我啦？你要看你表演啦，你要看你表演的啦。恁着我到想无，恁着真正够刁工的啊！你看你这件线割安尼啦，看变哪落来啦？是咧假搞啥啦？啊，无啦，我做咁歹啊。你讲无爱，我做。两个人出生来糟蹋的。走啊！我啉着小可咧杜烂啊！我看你安尼，我愈杜烂。哦，你看这情侣嘛是苦中作乐啦吼。
可怜啊！鱼竿是在苦中作乐，哦，鱼竿是在苦中作乐。哦，消防队过啊，消防队诶，消防队过啊。哦，我要来献姑谢谢啊，等下要来卖糖仔饼啊。哦啊，谢谢你们，今天2000多位，哦，2000几个朋友起来这开讲，哦，看阮这饮水饮甲偌欢喜，哦，苦中作乐，哦，谢谢你们，哦，谢谢你们，哦，感谢您啊，谢谢各位，哦，谢谢各位，今天来这边看我们苦中作乐，哦，记得按赞追踪抢先看。东京直播探险台、吴小泽搞笑探险台、巴布贝尔粉丝团、于老板物流公司。